2026預苦期每天讀經。主內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係3月23日，由我 Grace 同大家讀出今日嘅經文。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25章14至到30節。聖經咁話：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，就叫了僕人來，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，按着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，一個給了5000，一個給了2000，一個給了1000，就往外國去了。那領5000的隨即拿去做買賣，另外賺了5000。那領2000的也照樣另賺了2000。那領1000的去掘開地，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。過了許久，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，和他們算賬。那領5000銀子的又帶着那另外的5000來說：主啊，你交給我5000銀子，請看，我又賺了5000。主人說：好，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那領2000的也來說：主啊，你交給我2000銀子，請看，我又賺了2000。主人說：好，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那領1000的也來說：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，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銀子埋藏在地裏。請看，你的原銀子在這裏。主人回答說：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，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，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，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，到我來的時候，可以連本帶利收回。奪過他這1000來，給那有10000的，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；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。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。聖經完畢，願大家從經文中能夠得着提醒同埋幫助。